財富同愛一樣，需要用心栽培。一分耕耘，其實可以有多份收穫。寶城世裕財富保險計劃唔單止幫你無間斷增長財富，仲可以按你嘅意願靈活分配資產，俾你喺資產增值同財富分配上盡享多樣性、延續性同埋靈活性，成就財務靈活嘅理想未來。40歲嘅單身貴族 Kathy 以事業為重心，對自己、屋企人同貓貓都寵愛有加。佢希望長遠穩定咁累積財富，等自己安享優質生活，同時想將財產靈活分配，好好答謝父母之餘，將來仲可以妥善照顧另一位至親，佢嘅細佬 Tony。Kathy 揀咗世裕財富保險計劃幫自己實現目標。眨下眼，55歲嘅 Kathy 開始想實現佢嘅退休大計。佢決定透過世裕財富保險計劃嘅開支散業選項，將保單分拆成3份，等每位摯愛都有專屬嘅財富方案，讓財富分配一步到位。為咗確保年邁嘅父母得到妥善照顧， Kathy 分別指定父母作為第一份保單嘅受益人，並各佔一半權益。當 Kathy 不幸離世，父母亦無需等候遺產承辦，各自獲得50% 身故賠償，以現金流即時解決生活所需。而喺第2份保單，除咗細佬 Tony 外，樂善好施嘅 Kathy 亦指定咗香港愛護動物協會作為保單受益人。當 Kathy 不幸離世，細佬 Tony 一筆過獲得90% 身故賠償，佢可以用呢筆款項為 Kathy 籌備身後事，減輕家人嘅負擔。同時，香港愛護動物協會亦一筆過獲得10% 身故賠償，以示 Kathy 回歸社會嘅心意，為保護毛孩出一分力。而我哋亦會根據 Kathy 透過愛轉贈選項嘅捐贈金額，額外支付有關金額嘅1%，俾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共襄善舉。為咗令第3份保單達至跨代傳承嘅效用，Kathy 分別委任細佬 Tony 同侄仔 Henry 做保單嘅後續持有人同後備受保人。Kathy 離世後 ，Tony 成為保單新持有人 ，Henry 亦成為咗新受保人。Tony 可以再委任屋企人作為後續持有人同後備受保人，確保保單一直無間延續落去，亦可以將保單價值繼續滾存，又或者提取部分或全部嘅現金價值，實現人生目標，或透過開支散業選項將保單再分拆，財富再分配。根據資料顯示，每10個70歲或以上嘅長者當中，就有1人患上認知障礙症。所以世裕財富保險計劃特設無行為能力選項，提供多一重靈活保障。Kathy 可以預先指定保單退保價值嘅30%作為無行為能力選項嘅應付金額，並指定細佬 Tony 去申請同收取呢筆款項，以解決燃眉之急。當 Kathy 因受保疾病而導致精神或身體上無行為能力嘅時候，細佬 Tony 就可以利用呢筆資金照顧 Kathy，應付生活開支之餘，保單亦可以繼續運作同埋增長。而且有關申請手續簡單，無需額外費用或任何法律程序，確保家人得到適時嘅支援。寶城世裕財富保險計劃，讓你實現今日夢想，助家人建立無憂未來，為愛傳承。